簡單美味快手炒，幾分鐘就做好啦。喺菜園收割咗啲蒜苔之後呢，將佢洗淨，然後剪成2寸段。400g 大蝦，修剪蝦鬚，抹乾水分。大火熱鑊，以下2湯匙油，油熱煎香10g 嘅蒜片20秒。400g 嘅大蝦，1/8茶匙白胡椒粉，煎香1分鐘。2湯匙味淋，1湯匙桔汁，1湯匙生抽，200g 嘅蒜苔段，蓋好，焗佢30秒，炒勻1分鐘，咁就做好啦。